呢一套嘅原木裝修風格，唔知啱唔啱大家呢？咁我哋首先嚟睇翻呢一套嘅房產面積咧係135平方做咗3房3衛嘅全新嘅一個原木嘅裝修風格，非常之溫馨嘅。咁我哋首先嚟望翻呢度嘅陽台景觀咧，亦都係相當之靚啦。望翻晒我哋全個御龍山呢邊嘅別墅景啦，以及山景綠油油一片，非常之靚。而且咧仲係一個東南朝向嘅，非常之舒服嘅。咁過嚟睇翻啦，成個大廳依家目前嘅一個空間咧係去到45平方嘅。全屋嘅一個吊頂啦，中央冷氣啦，亦都係做埋送埋俾你噶啦。咁過嚟呢邊嘅話咧，我哋餐廳嘅話咧，亦都係留咗個4人位啦。連通翻過嚟呢邊就係一個非常之碩大嘅廚房啊，接近20平方嘅一個廚房，就算喺呢邊啊，多幾個人一齊做海鮮做大餐，亦都係冇問題嘅。咁呢套房嘅話咧，業主咧係一日都未住過啦，全新裝修嘅咁呢邊嘅話啦，亦都係做咗個開放式嘅一個西餐喺呢邊，賭台啊，以及我哋呢邊一個餐邊櫃咧，亦都係全部做好晒嘅。而且咧，你見到嘅所有設施咧，亦都係送埋俾你噶過嚟呢邊咧，第一個咧就係客廁嘅位置客廁嘅呢一個風格咧，亦都係相當之復古嘅，而且咧每間廁所嘅話咧，亦都係做咗吊頂咧，感覺亦都係非常之靚嘅。第一間房嘅話咧，咁我哋見到啦，佢依然係望翻東南朝向嘅，非常之靚嘅一個位置第二間房間嘅話咧，咁呢間咧套房咧使用空間咧，亦都係相當之大嘅。目前放咗張1.8米嘅床喺呢個啦，衣櫃以及有一個獨立使用嘅一個衛生間，3件套全部都做好晒噶啦。而且咧呢間房間嘅景觀咧，亦都係比較開揚噶過嚟呢邊咧就係我哋主人房嘅一個位置你見唔見到我哋主人房嘅空間咧係非常之大嘅，接近有10個平方後期咧加翻浴缸響呢個位置咧，亦都係完全冇問題主人房方面啦，咁景觀咧亦都係比較開揚啦，睇翻山景、別墅景床以及我哋整體嘅一個床頭櫃以及我哋呢邊嗰個大櫃咧，全部都整好晒噶啦。而且咧每間房間亦都係做埋冷氣響呢度嘅，加上咧我哋見到啦，整體嘅一個歐式嘅一個門。全間屋嘅配搭咧，亦都係比較舒服嘅，包括一個咁開敞嘅一個大廳咧，係咪非常之舒服呢？係啦，呢個戶型嘅話咧，全新裝修，而且咁靚嘅一個樓層以及樓向咧，單價只需要9000蚊就 OK 啦，完全就可以拎包入住呢一套房嘅。假如你對呢個風格感興趣嘅話咧，歡迎聯繫我過嚟現場實地睇房嘅。